大家好，我係陳樹仁老師。一個3歲嘅細路女，佢有2個好可愛嘅細佬。爸爸係一個律師，媽媽係一個老師。佢嘅父母好愛錫佢哋，或者咧你會諗咁樣嘅家庭長大應該係好幸福快樂，亦都過住無憂無慮嘅日子。咁樣諗就錯啦，因為咧佢哋係生於敍利亞嘅地方。呢個小女孩呢，就係呢本書嘅作者，佢叫巴拿阿拉貝德。佢喺2009年出生於敍利亞。喺2011年，大概佢3歲嘅時間，敍利亞呢發生內戰。喺2016年，大概佢7歲嘅時候呢，佢所住嘅地方遭到圍城。喺圍城嘅期間，佢呢喺網上面發咗好多嘅推文。呢啲推文呢，喺世界嘅裏邊呢，俾好多人睇到，讓人呢見到喺佢住嘅地方阿勒坡日常生活中嘅恐懼，包括咗空襲、饑餓同埋家人呢隨時可能會死去嘅憂慮。呢啲呢係我喺網上邊同埋書入邊呢，我去揾到一啲嘅推文嘅例子。入邊有講到呢，好擔心呢，今晚呢佢就會死去啦。琴日呢有200個人死咗，今日呢邊一個會係下一個呢？我哋就嚟死啦！我哋又冇武器，點解要殺我哋呢？我病咗啊！戰爭又開始啦！呢度冇藥，親愛嘅世界，請為我祈禱。有呢活喺香港呢個地方嘅我哋呢，好難呢去想像戰爭究竟係咩一回事，因為呢戰爭似乎呢同我哋嘅距離呢好遙遠。因此呢，我想介紹大家睇呢一本書。呢本書吸引我嘅地方，正正係佢嘅書名。我只想活着，7歲女孩的敍利亞烽火日常。作者係一個7歲嘅女孩，佢喺書嘅裏邊分享佢喺敍利亞戰亂嘅當中佢所經歷嘅一切。正正呢，因為佢係一個7歲嘅女孩，所以呢，佢冇一啲好複雜嘅文學嘅修辭，佢呢好簡單直述嘅文字呢去表達佢自己所經歷嘅。以下呢，我揾咗2段嘅文字呢去同大家分享。阿斯敏呢係佢嘅朋友，佢話阿斯敏死咗之後，我更加害怕死。我一直諗死究竟係咩感覺呢？冇辦法呢唔去諗呢一樣嘢。我都好害怕爸爸媽媽，仲有2個細佬會死啊！我有時候會諗到最可怕嘅情況，萬一媽媽死咗咁點算呢？爸爸死咗咁點算呢？2個細佬死咗又點算呢？如果全家一齊死咗，咁就係最好嘅情況啦。邊個都唔使掛住邊一個。第2段呢就咁樣講，呢個係佢嘅生日。我冇生日蛋糕，就唔能夠吹蠟燭許願。不過呢，我都係許咗一個願望，唔好再有人死啦。也可以正正呢，透過呢啲簡單嘅文字，讓我哋能夠呢透過小朋友嘅眼中睇到戰爭嘅無理、殘酷同埋可怕。本書呢最後嘅部分呢，都記錄到佢哋獲救之後呢嗰啲嘅情況。作者呢分享到呢本書所講嘅係佢戰爭期間嘅回憶，有快樂嘅時候，亦都有害怕嘅時候，佢全部呢都記晒喺呢本書嘅裏邊。希望呢你會鍾意，亦都希望呢你睇完呢本書之後呢，會想要幫助其他嘅人。但係呢，活喺香港嘅裏邊嘅我哋呢，實在太幸福啦！盼望呢，我哋同學仔呢可以睇完呢本書之後呢，我哋都能夠去關心喺呢個世界裏邊，今時今日仍然有戰爭，仍然喺戰爭嘅裏邊呢有一啲患難中嘅人。希望呢，我哋懂得去關心，同埋呢可以用我哋僅有嘅力量呢去到幫助呢一啲嘅有需要嘅人。多謝大家。